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认识台上先锋嘅新移民。恁把林鸟屯控烟规划大家下，苗栗南庄是从西双海洋嘅光景规好喎。唔过睇1970年蜕变呢，控烟衰退嘅，也就山上录音来引门落嘅。2001年，居民自家用音乐草香来做主题，对规划风出发来做嘅社区主题演出，带动嘅南庄嘅观光发展。没想嘅许多新出名产业批，张云文屯中央风两公婆，本来喺他睇台中董事。因为32年前，中央风谈论做使用业务嘅老公，去到苗栗大市场睇头份黑下来，也认真安尼开始搞肥奶。2004年嘅太爷老公嘅头路呢，也做起差乜嘢，因为冇回到故乡，前年呢再去南庄黑，开始也两公婆嘅生计水业。桐花开来呀，真呀真清香，日泪日泪就像血日涌。这条路哈，只要到桐花的季节，它是满街都是，满条路都是白色的。那我又一直在想说，这首歌可以融入到这个地方的话，会更贴切。第三大都乡的西路尾后，为通路嘅冲轮一家改变的山歌，用皮叶演出有桐花的意象种子，就表弟一家绿卡的别后，伊系总烟风。韩家的拍摄桐花果比表的背后，就喺以为这家韩国也为同一作品请到的绿卡。我买了地土地哈。俺其实看动土体咧，看人意识地体，啊，不过都无个感觉。啊，由于你看到两来，哎呦，你都当自家感觉的地方。最主要两有训练当充足，这边的土也很不错。32年前，钟艳峰曾等以做使用业务为老公，去到苗栗开展业务，就啲条款系下来嘅，所以以美同年毕业。有位归城的缘分，那会玩也是因为住在苗栗市的那个文化中心那附近，然后常常看展览，然后他们也会办一些手捏陶啊，或是画图啊。我是这样子走进去这个磁场的。钟艳峰行业毕业时间，19就是26年。有这么多创作嘅意，一直都希望大家作品都会请到合适的素材来表。这个作品也是起自于大自然呐、那土也是大自然的东西，那柴烧也是大自然的柴火，然后共融。那我也想说跟大自然分享，让作品承载在大自然，让它更融入在整个这个环境一样。你看这还有柳皮呢，啊，柴烧的肉会就这样好，变化性很大哈。对，没错。现在国家以苗栗的奶有过丰富的矿物质，成功后使得啲作品后留下归那位样，参加过有城市变化的乐会，过考教肥爷爷钟艳峰，等4年的太爷也落国未退休嘅。沿笔墨回到原的故乡董事，喺现的南庄来做以创作的素材。灵感哈，因为一个好的环境啊，你都要心静下来，你就会想说我要创作什么东西。喺太树下大茶坡嘅4年内，寒假草地牛背农空嘅种牛果味，木竹过境，看马嘅都看到过上世嘅钟艳峰。一对人物的创作还这么有想法。会捏这个7坐8爬，就是一系列都是小孩子。其实我2个老大老二哈，我说真的，我那个阶段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用心去照顾他们。在他的那个7坐8爬那个阶段啊，其实都是他自己在成长。7坐8爬看得出一周年阿美莎有几唔攀得。伊希望打破年费嘅爱情鬼失落嘅遗憾，按照作品未记录嘅钟艳峰，透早集团嘅心情，行一步就系伊嘅风景。
按到阿伯归吃菜叶，滴水分度烘高水，多多龙披老披穿，还是爱滴鸡高水，还加滴盐的度烘散铺，奶就会伊个创作灵感。归叔叔的大肚，还加滴肥叶茶烘，一下尾就来出红的。钟艳峰对练肥叶做肥的一年起。没影响到也未落工，张群文并下较为深远的翕相机，没来教肥的。跟我太太的关系，其实我老师，因为当初他要学的时候，也跑很多地方，有甚至最远到台北去学，我要载他去，我载他去，我在旁边也是无聊啊，就随手就捏一捏，捏一捏就上瘾了。做卡笨蛋就有讲中，这个姿势未伫内调度太热，高起肥奶系吃到含枸杞。张平文就讲，伊吃到压下两公婆强下高肥的一年的，系几好几蛮久。心情上，而且又跟心爱的人，在这边生活这边的生活真的空气、水质、好山好水，真的很好。有一搭天，后来完成自家的梦想，钟艳峰的心情会复杂，还加对亚老公的付出，伊没吃到会感恩。很感谢老公，为我一辈子这么辛苦的创作我们这个园地。其实这个梦想是想很久了，只是寻觅觅，也寻了很多年，才有这块土地。对呀哈，有暗号为你的火锅，钟艳峰吃到几条咩？不过新冠头度还是多少位会吃到过意唔得。婆婆她的想法就认为说，我们应该要回到东势，因为东势是婆婆一辈子创作的园地。那她在那边也是一辈子辛苦才能够买到那块土地。那为什么她做长子的人没有回去？没有回去经营那块土地。你叫他乡变故乡，钟艳峰两公婆也两个对董事来也吓热。伫离开原来家乡32年过后，沙县内推上先锋的山上南中，来做演下半段人生落脚的所在。每一个有盐低压念肥奶，推上线的土地就有为塑造的文土，是韩国幸福。韩国还唔开脚。